Hello， 大家好，我係袁文傑，我係大家認識嘅游生、潮生以及阿仙奴。好得意喎！我個人其實咧個性格非常之內向嘅嚇，但係我做嘅職業咧，我又中意好外露嘅。例如我中四都未讀啫，就已經走去做兼職喺嗰啲茶樓嗰度咧做 waiter 咯。係啊，執頭執尾啊咁樣啊，咁跟住亦都做過一啲服裝嘅 sales 啊，即係企喺門面嗰度叫人買衫啊，買完一件又想你買多件嗰啲啊。咁係咯，我就係做呢啲咁嘅工作嘅喎，跟住先至再入去讀訓練班咯嚇。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哋半年訓練班，因為4個月就上堂，2個月就實習。咁喺呢2個月嘅實習時間裏邊咧，60日嘅啫，2個月，我做咗50幾個 show 喎，都密度都叫幾高啦。因為有好多訓練班同學仔咧，佢哋可能做咗20零30個 show 嘅啫嚇。咁我諗緊，咦，即係我計上去都應該會簽㗎啦，係嘛？個受用性咁高，咁啊可能我張相呃咗人啦，我訓練班掟出嚟嗰張藝員相，咁嗱，原來佢唔啱喎，佢話咁啊，尤其是我哋嗰期係簽好少人，即係而家基本上咧係訓練班有幾多人就簽晒咁啊，但係嗰個年代我哋嗰期唔計啲香港小姐落去讀嘅話咧，都係得20個人左右，最後係簽得7個定係6個定係7個嘅啫。我係入過去亞洲電視嗰度咧，見埋嗰陣時嘅藝員部嘅經理嘅嚇。咁啊，何家聯先生應該係嚇。咁佢話都冇乜問題㗎啦，琴姐介紹得話，咁好似咁輕鬆咁樣，一時間又嚟得啲嘢。咁啊，自己有啲諗法喎，因為嗰段時間已經開始咗喺出邊譬如撈電影嘅特約啊，甚至乎就開始慢慢好似一個雪球咁啦，即係越碌越滾越大。哇！廣告都有得拍喎，係咯，我發覺好似好好玩喎嗰啲喎，咁不如唔好簽電視台住咯嚇，即係自己嗰陣時可能仲係僆仔啦，就好個心好野啊，所以咁啊，既然係咁嘅，都係拍嘢啫，咁咪試多啲嘢咯，幾開心咯咁樣。可能旁觀者會覺得咁又推遲咗幾年嘅時間，係嘛？咁但係嗰幾年我冇浪費到嘅喎，嗰幾年我就係即係爭取到好多電影啦，有參與過啦。雖然都只不過係一啲特約嘅角色。咁然之後咧就係去到又喺1993年參加過一個卡拉 OK 模特兒比賽。咁啊，好僥倖又攞咗個冠軍，咁跟住嗰個年代你知係幾咁興拍卡拉 OK 咁啊，係嘛？有陣時中咗1兩隻 hit 嘅歌，咁啊經常啲朋友去唱 K 都會見到我㗎，就變咗係演出嘅經驗咧，其實係不斷咁增加緊嘅。咁我認為係喺入亞視之前咧，已經係累積咗一定嘅嘢。咁呢一啲一定嘅嘢，其實係幫到我一入亞視即刻開始嗰個發展。咁如果咁樣睇翻嘅話咧，我絕對唔覺得係浪費時間。即係相反，如果當日讀完 TVB 訓練班 ，OK 簽咗，但係嗰陣時就實在太過亂，係嘛？又內向嘅人，咁你可能同你簽2年、3年，你完咗就冇㗎啦。你有可能你自己會冇癮或者係你嘅演出經驗唔會太過多或者一路都係做啲比較靠後啲嘅位置。咁同當年喺亞視有機會可以馬上轉簽過去，其實係同一個道理啫嘛。即係嗰幾年喺出邊廣告啦，仲有啦，拍好多廣告啦，咁拍幾廿個廣告喎。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嚟。其實第一次演出就係做一個喜劇一場戲嘅角色嘅，咁跟住第2套就已經係《雪花神劍》，所有嘢都係挑戰，所有嘢都好陌生，同埋又要練古裝嘅對白。咁好彩自己嘅記憶力係比較強嗰啲人嚟嘅啫嚇，咁所以一般嚟講對白反而冇問題嘅。咁但係其他各方面啦，一啲嘅表情啦、行位啦、武打上邊啦嚇，所有嘅嘢都係完全唔識嘅嚇，慢慢喺嗰個過程裏邊去學習咯。但係最重要一件事情，因為每一位為蕭生叔演出嘅演員咧，都好似有種
魔力吸力。咁因為蕭生叔個江湖地位實在太過高，即係大家如果 check 翻佢帶領過幾多嘅影帝出身，係嘛？即係變咗，阿叔嘅戲喎，阿叔要捧呢條僆仔喎，咁大家都對我係好關懷，包括已經離開咗嘅，譬如徐少強先生啦、黃樹棠先生啦，即係佢哋啦嚇，我非常之錫我，咁啊 John 哥啦，John 哥甚至乎拍到攰嘅時候，瞓喺張床度休息。佢可以唔使理我哋嘅，John 哥係咪先？咁但係佢聽住我哋呢班後生嘅演員喺度講對白，佢瞌埋對眼。傑仔啊，你咧你陣間呢句對話對白咧，你又點樣要係大聲翻少少，強力翻少少？佢全程好似個高手咁瞌埋對眼同你講嘢。即係好多呢啲喺嗰個拍《雪花神劍》嘅過程裏邊咧，我就真係好似入咗個江湖嘅世界裏邊。因為亞洲電視嘅人咧，就有呢一種嘅味道。其實咧，大家都好似係一個活喺嗰個，尤其是拍古裝戲嘅時候，就好似一個江湖嘅世界裏邊咁樣樣。只不過佢哋平時着時裝啫。仲有一位要提嘅，殷志強先生，小強殷志強，佢又係好。即係我唔知點講，佢甚至乎大家都收06，收29 over 到30，即係06嘅時間。我哋緊接住另外下一組翻外景嘅通告咧，又係06，冇時間瞓。佢根本直情係佢屋企近啲。傑仔，我兜你翻去我屋企沖個涼，我再兜翻你翻去啊咁樣樣。但係佢跟住冇通告嘅喎，我好難忘啊！呢啲嘅經歷，小強尤其是。小強當年都係一個受力捧嘅小生嚟㗎嘛，咁喺呢個大家都係差唔多嘅位嗰度，佢全力咁樣去撐我，係好難得嘅事情。即係亞洲電視真係要講嗰個兄弟班嘅精神，大家啲義氣係好難揾得到嘅。兩個台都有，咁喺亞洲電視當然啦，第一套《雪花神劍》啦。嗰個古裝添，仲要係嚇。另外一套就係呢個我來自廣州啦嚇。咁兩套都係一個我嘅恩師蕭生叔監製嚇。咁蕭生叔俾咗好多機會，亦都大膽俾我去嘗試啦。咁基本上我喺呢個演藝界嘅歷程，其實蕭生叔對我個推助力係非常之大。咁呢兩套啦。再後期少少嘅會係有呢個，我覺得親子情未了啊！陳寶華小姐監製嘅，咁都係我自己一個好深刻嘅演出嚟㗎。咁去到無線就當然就係不懂撒嬌的女人啦。呢個係不能夠取替嘅事情嚟㗎。咁啊多謝關樹明監製。咁再跟住就係愛回家啦，一路承接住呢個嘅，即係承接住可以係一個入屋嘅角色，潮生、游生都有人叫嘅，係啊，或者甚至乎劈頭見到面嘅話就會講3個字：阿仙奴，真係嘅喎，好似冇名佢嗌咁嘅啫。喂，阿仙奴，即係呢個已經係一種認受性。其實又好彩咯，我喺度同。嗰陣時你知網絡界都真係好需要有個地址，有個網台，咁你上去錄影，咁等人哋幫你將啲片放出去噶嘛，唔同而家自己屋企錄都得噶嘛。咁嗰個年代已經開始有人信你，文傑講多下波喎，開呢個節目咯，俾佢講下咯。咁慢慢就一路覺得而家咁，既然係興趣嘅話，都冇必要話停咗佢啊，咪繼續咯。其實得閒先做嘅啫喎，完全唔需要諗點樣管理嘅喎，因為睇波又係興趣，咁呢啲網絡世界嘅分享，自己對於睇完嗰場波嘅睇法嚇，咁都係得閒咪做咯，咁樣啫嘛。但係去翻劇集嗰度啦，咁游生同潮生到而家都仲有人叫嘅，當然潮生會比較多啲啦。咁游生嗰個當年個爆發力驚人啊嘛嚇，咁但係潮生就係一個持續一個承接咯。